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美国白宫昨表示，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的外国旅客对11月7日开始，拢爱注2档的美国 FDA 还是 WHO 核准的疫苗才会当入境哦。包括咱台湾目前做的 AZ、BNT 甲莫德纳疫苗拢准算。Today, the White House and CDC announced details of the new vaccination policy that will go into effect for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on November 8th. As of November 8th, foreign national air travels to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required to be fully vaccinated and to provide proof of vaccination status prior to boarding an airplane to the United States. 对11月7日返点开始，所有要去美国的外国旅客登机进前，拢爱提出2种的文件，一项是有官方来源的疫苗证明，甲出发之前3天内底检验阴性的报告。航空公司嘛必须爱确定讲第2档的疫苗已经做超过2礼拜，包括莫德纳、辉瑞、BNT、江森跟 AZ 等疫苗拢有准算哦。咱台湾国产的高端疫苗目前是无伫名单内底。因为咱的疫情真稳定，注射率嘛会增加哦。真侪民众拢望讲会当来放任边境的管制，也毋过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是表示讲，爱超过70%的民众注头1档，超过60%的民众注第2档，咱才有本钱来讨论要放任管制。也毋过指挥中心嘛已经针对民众出国需要使用的疫苗电子证明规划好势咯。驻外单位嘛等下甲各国来协商认证。新冠肺炎伫全球滚价将近2年，各国伫做新冠疫苗了后，拢推出疫苗护照等证明。有立委关心台湾电子疫苗证明是毋是已经规划完成？另外，部分台商伫中国完整做2剂中国疫苗，台湾是毋是承认呢？不一定交生，不一定中国国药还是科兴，它会是在我们的电子疫苗的证明之内哦。WHO 有认可，当然是有一个国际认可的一个标志在。对，所以这地方我们一定要列入考虑，除非我们有能够证据显示它的药效效果是不足的，那我们再把它排除。陈时中指出，疫苗电子作为证明已经规划完成，咧请外管协助互相进行谈判。另外，国内疫情转好，大家拢关心边境什么时阵应开放。陈时中伫立法院表示，第1剂疫苗注射率70%，第2剂60%，才有本钱讲边境放任。农历春节可能有真侪人等下台湾指挥中心会用必要措施，请请外籍人士提早延后来台，让出防疫旅馆的量能。我们会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说请相关专案的这个人外籍人士的部分在明年春节之前的这段时间就暂时，你要么就提早，要么就等到这个春节之后再入境，让那一段时间可以让国人可以顺利返国。陈总监强调，国际疫情依然严重，入境了后检疫14天政策未改变。但市长也表示，疫情变化大，若直接登去厝内底隔离也是有点烦恼，不过会纳入考虑，按算2礼拜内会公布相关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承认中国是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的代表哦。中华民国嘛退出联合国，暂缓50天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谈话，表示讲《2758号决议》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咱的外交部昨嘛回应强调讲，咱台湾早就已经是民主国家，中国无任何一天有统治过咱台湾，嘛无权利伫国际上代表台湾人民。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到今仔日满5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社会50周年纪念会议发表谈话，一开始就讲到2758号决议，也无讲到台湾的问题。50年前的今天，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聯合國第2500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佇咧聯合國組織唯一合法的代表，也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日子。習近平講，2500號決議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不過，美國部分官員最近直接表現挺台灣的立場，支持台灣擴大參與國際組織。咱外交部回應講，2500號決議只是決定聯合國內面有關中國代表權釋出的問題，並無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佇聯合國體系代表台灣人民。我國是先進民主國家的事實，也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肯定。只有台灣的民選政府才有權利在聯合國體系等國際場域來代表台灣2350萬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一天統治過台灣，自然無權在國際上代表台灣人民。外交部呼籲聯合國唔通一直驅將中國政府的政治壓力，愛接納台灣有意義參加聯合國加相關專門機構。劉偉輝是講，第2500號決議並無處理台灣加台灣人民佇咧聯合國體系代表權的問題，也無處理台灣加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兩方互相無立場，這是台海現主時的狀況，也是客觀的事實。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天氣哦，今仔北部、東半部賣落淡薄仔雨，早暗晡會較涼冷，觀眾朋友就愛穿好些哦。咱來看溫度，未來一禮拜嘛是受到東北風影響，北部個東半部會較涼冷哦。桃園以北個東半部賣落淡薄仔雨，嘉南宜蘭個大台北地區雨會較大，桃園以南攏是多雲好天的天氣。今仔北部、東北部早暗晡溫度會較低，透早上低溫是佇苗栗的18.5度。今仔溫度大約攏是22到23度，以暗擱日時溫度上懸哦，嘛會到27度到31度。拜三到拜五，閣有另外一波冷高壓南下，北台灣的溫度會到19度以下。中南部就愛特別注意哦，早暗的溫度會差真濟。第20號風颱瑪瑙昨嘛已經形成咯，以暗擱對咱台灣無直接的影響。咱再來看頂禮拜日下晡，宜蘭發生今年上大規模6.5的地震哦。昨日半暝，屏東、台東嘛閣發生2起的地震。氣象局表示，屏東甲台東的地震哦，甲宜蘭的地震無關係。有專家是認為講，台灣未來會有未少板地移動隱密帶的地震哦。專家嘛講，咱台灣的西半部因為已經真久無地震咯，所以就愛特別注意。宜蘭南澳禮拜下晡，地區冰心全台有感覺，佇即個規模6.5地震，今年以來上大地震了後，拜25透早，屏東縣李港鄉也發生規模4.2的地震，3點42分，佇台東外海發生規模3.9的地震。民眾反映講，這是禮拜大地震了後所引發的。氣象局表示，初步排除這個關聯性。兩起地震發生的位置跟我們昨天在宜蘭這邊發生的南澳這邊的地震，其實它的距離其實是非常遠的。我們認為它這3起地震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氣象局表示，禮拜宜蘭規模6.5地震屬有板地互相潰來潰去造成的隱密帶地震，地形是地震較深，能量釋放會較緊，而較煩惱的反倒當是當地較接近地表的南宜蘭古厝，佇宜蘭甲花蓮的交界，陸地到近海10到20公里的範圍。零年觀測資料顯示，當地地震多，地震的減弱勢力是較懸。宜蘭平原一直拉開嘛，一直張裂裂開的時候，地殼破碎的時候形成的地震。那這個地震深度大概就是在20公里附近以內的地方，而且經常發生，規模大概都是4點多、5點多。有專家認為，去年甲昨年的地震較少，台灣可能已經進入8年一擺隱密帶地震的活躍期，尤其是西半部地區最近的地震較少，累積能量無釋放，這就要特別來注意。現在是那個比較活躍期，而且它活動的次序大概還是先西部會有一些大地震，像921大地震這樣，然後接着就是那個以末再會比較活躍。專家分析，隱密帶地震因為深度較深，加上款規模，也毋過深度較淺的地震來比較，相對影響較細。不過，若是隱密帶發生規模更加大地震，也是出現災情。不過，即陣的科技原無度來預測地震，提醒民眾也是要做好防災準備。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聯合國氣候變遷公約公約第26屆的會議月底要舉辦。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昨日公布一份報告哦，警告講去年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是創歷史新高，會造成未來幾啊十年的極端氣候。
为着要减少碳的排放，所有对阿拉伯宣布讲要投资100亿的美金，要来设一个平台，促成循环碳的经济。英国首相强森嘛是公开批评可口可乐等国际饮料的厂商制造大量的塑胶垃圾。抗议民众有人拿粉红色的烟雾弹，其他人把手插伫个粉红色的铁桶内面，代表和温室气体束缚。西班牙马德里有一场抗议活动，希望大家会当关心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全世界气候灾难。联合国世界气候组织2025公布一项报告，去年大气内面温室气体浓度创历史新高，并且警告人类就要适应气候变迁，因为伫咧未来几60年会一直发生极端天气。And some parameters like melting of glaciers and sea level rise will continue for hundreds of years, and that's why we have to also adapt to this change and to avoid both human losses and economic losse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为着要对抗地球暖化危机，全世界上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发动一项中东绿色倡议，要投资100亿美金减少当地碳排放。وإنشاء مجتمع إقليمي لاستخلاص الكربون واستخدامه وتخزينه وتأسيس مركز إقليمي للإنذار المبكر بالعواصف وتأسيس مركز إقليمي للتنمية المستدامة للثروة السمكية وإنشاء برنامج إقليمي لاستمطار السحب。美国气候变迁大使凯瑞讲，世界上无任何一个国家会让家己完成这项任务，就要透过各国政府甲非营利组织合作。英国首相强生伫咧一场甲儿童探讨气候变迁的活动，批评国际饮料大厂是造成大量塑胶粪扫的凶手。Coca-Cola, for instance, and others, which are responsible for producing huge quantities of plastic, and we've got to move away from that, and we've got to find other ways of packaging and selling our stuff because it's ending up in the ecosystem.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告第26次締約方會議10月31到11月12會喺蘇格蘭拉各斯舉行，會有120多位各國領袖甲25000位代表參加。一般認為這項會議是制定全世界減排目標，來減緩地球暖化問題。公司新聞陳偉林、張建光編輯。沙朝觀眾朋友做回來看今日的報紙新聞哦，咱先來看自由時報。台大病院進行醫學部的醫療團隊發現講，將近2成的武漢肺炎重症的病人，在6個月內會出現焦躁症哦。就算恢復，嘛是幾個月，都有失眠、記憶無好、鬱卒等症頭。醫界嘛甲這款症頭叫做急性後期新冠肺炎症候群。咱過來看聯合報，108課綱第一屆學測，剩無到100天咯。昨公布各校系版新推薦個人申請甲考試分發的簡章，考試的部分改變上濟。明年開始頭一屆開放各校系會使採計學測的成績，有8城市的科系1861個系，攏宣布講會來採計學測的成績。嘛，就是講學測若是考了無好，嘛無法度，佮透過分科測驗來挽回咯。佮來看中國時報。因為伊個國內會面對通貨膨脹的問題，所以咱國內厝價是一直會起。台灣經濟研究院將公布9月份的景氣，製造業連續5個月農曆，服務業甲營建業是表現了袂歹，尤其是營建業這嘛顯示講房地產閣真旺，厝價真懸，會來真做真普遍的現象。再來看，咱國內是增加2例本土病例哦，這2例一個是佇台北市，一個佇新北市，因的CT值是攏真懸，所以對社區的影響是無介大。昨有來境外病例無死亡案例，昨嘛公布有7例是注射了後通報死亡案例哦，其中有一個個案才15歲，伊是注 BNT 21天以後死亡，嘛是目前上細漢的案例。國內新冠本土疫情，25日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案例16485是20多歲，住佇新北市的男性。10月24因為陪病需求採檢才確診 ，CT 值是33，血清抗體 IgM 陰性 ，IgG 陽性。另外一個本土個案住佇台北市，案例16486是40多歲男性。10月23因為陪伴生產需求採檢才確診，相反也是CT 值較懸，有37，血清抗體 IgM 陰性 ，IgG 是陽性。
按16485在7月跟10月总共接种了2剂的 AZ 的疫苗。那16486的话是在7月底的时候有接种过1剂 AZ 的疫苗。那因为目前研判起来都是属于这个比较久远的感染哦，就是非近期的感染，因为他们的病毒量偏低。另外，也新增加一个死亡的病例是80多岁男性，今年6月发病了确诊，7月底解除隔离，顺利回去厝的。10月初，佮因为身体不爽快入住院，10月22日死亡。他在这一段住院的10月1号开始住院的这段时间，也有做过多次的采血，那 PCR 检测也都是阴性。另外，疫苗注射部分新增加7例疫苗注射了后死亡的通报，包含 AZ 有2例，莫德纳有4例 ，BNT 有1例。其中 BNT 死亡的个案是桃园市15岁女学生，本身有神经系统病变的病史，做完疫苗了后21天死亡，是过来疫苗注射了后通报死亡事件内底年龄上最个案。9月24号接种了 BNT， 那并没有身体上有不舒服的现象。到10月15号，那上体育课的时候，那身体不舒服，后续送到医院急救，那到院前死亡。另外，第12期第2阶段疫苗的有药注射，对25日一早起10点开放有药，已经有77万4千人完成有药注射 BNT 头一剂。也有莫德纳第2剂。指挥中心讲，若 BNT 最后有药人数不足，考虑再国家开放意愿登记 BNT 的30岁以上民众，大约有28万6千人。这阵疫苗人口的注射率是67.7%，这次人口比是每100人95.1剂。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亿4千万例，超过496万人死亡。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是增加8例，目前是16376例。中国是有9万6000多例，日本有171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6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哦。伫欧洲迄边，英国超过881万例，法国嘛超过722万例咯。咱再来看，英国政府主张讲有注第3档疫苗的民众伫圣诞假期哦，会当自由活动。也毋过，反对党是认为疫情过炭烧，应该搁再封城限制活动。最近伫东欧的国家哦，为着病佮死亡的病例嘛，搁有增加的趋势。罗西亚、匈牙利等国家最近的病例数嘛创新高。根据英文莫斯科时报引用的官方统计，拄则过拜六之前，俄罗斯全国一天新增加确诊加死亡病例，分别是37000多人加1064人，合计总计死亡病例超过22万8千人。英国莫斯科时报本身的分析是显示，累计死亡至少有66万人以上。Потому что и по своим вызовам знаю, что пожилые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еще до пандемии не выходили из дома, они заболевали ковидом, у них был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тест, они никуда не выходили, но жили в многоквартирных домах. 俄罗斯虽然是早期就研发疫苗的国家，不过疫苗注射率一直偏低，全国主办2剂疫苗人数也无到一半。对此，俄罗斯总统普廷下令对10月30到11月初7，各地公司行号甲政府机关一律停班，并且授权地方政府，一旦当地疫情继续清悬，应家己延长停班的期限，以免疫情一直摊开。另外，东欧其他国家的状况也是真严重。路透社报道指出，全球总计死亡病例前5名有3个是来自东欧，分别是俄罗斯、乌克兰甲罗马尼亚。东欧地区平均的疫苗注射率无到50%，也就是讲超过一半民众连头一剂疫苗拢无注。莫斯科时报指出，俄罗斯境内已经出现Delta病毒的新变种，传染性更加悬，名称暂定是 AY4.2。另外，处在西欧的英国起伏的疫情又出现清悬的现象。面对这边来临的圣诞节假期，政府提出所谓的比计划，也就是注第3剂疫苗，互民众在假期期间也适合参加各种宗教甲庆祝活动，也阁必须强制挂嘴安。不过，在野党定定主张应该落实 A 计划，也就是严格管制民众出外活动。另外，部分医疗专家认为，不妨对 A 计划加 B 计划一次部分来推动防疫方案。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苏丹将发生军事政变，政府方解散，总理哈姆杜克洪软禁，
军方嘛宣布讲，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包括首都在内，有真侪都市拢有民众行上街头抗议，至少造成3个人死亡，80多个人受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伫明仔载来召开紧急会议。有一位目击者伫咧首都喀布尔路走时阵，用手机翕到苏丹的百姓伫军方开枪时阵拄命的情形，反对政变，并且要求恢复文林统治的少年人，甲军方发生冲突，路被封起来。有一位受伤送医的民众，亲目睭看到真侪人互军方开枪抬死。BBC 报道，真侪医生讲，除非是情况紧急，若无歹伫军政府统治下看病人。وفي بتاع تاتشر وطلع واحد عديل ورجعوا فيهم مرتين زول ده ثالث واحد ماشي 总理哈姆杜克鼓赞支持军方政变被逮捕软禁，内阁的成员文官拢被拘禁，下落不明。喀布尔机场关起，国际航班暂停，网络切断。军方领导人不含讲，政客之间的内斗、野心加煽动暴力，政变是为了要保护国家的安全。عبر انتخابات حرة ونزيهة عليه ولتصحيح مسار الثورة تقرر الآتي: أولاً إعلان حالة الطوارئ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بلاد، حل مجلس السيادة الانتقالي وإعفاء أعضائه، خامساً حل مجلس الوزراء، سادساً إنهاء تكليف ولاة الولايات。总理办公室的官员讲，政变可能造成苏丹国内战。苏丹即马已经面临着政变了第一波经济危机的效应。美国宣布暂停刺激美金的经济援助。英国讲，这场政变是无法度接受的背叛的行为。法国加联合国呼吁释放总理哈姆杜克。苏丹的军方加文林政府伫咧过去2年一直拢袂下。军方2019年加30年独裁总统巴希尔赶落台接管政权，迄当阵就引发大规模民主抗争。要是非洲联盟甲伊索比亚调解，将促成军方加文林政府权力分享的协议。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哥伦比亚大毒贩奥托尼尔顶礼拜互警方抓到了，会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这毒贩已经到10多天了，非常的干巧哦。伊无电话，逐工拢伫无共款的所在休困。警方出动500多人，总算抓到人。上手10支砖头啊，拢爱饲鸡毛。唯独的下场就是接受法律的制裁，付出代价。哥伦比亚第一号通缉犯，外号叫做奥托尼尔的大毒枭乌苏加，23号500多位军警包围被抓，移送首都波哥大提亚，过来会引渡到美国受审。Rompiendo 8 cercos o anillos de seguridad del bandido Toniel. Llegamos hasta el cuadrante exacto donde estaba. Y fue capturado con fines de extradición. Este bandido asesinó más de 200 miembros de la fuerza pública. 奥托尼尔是各个海湾帮的帮主，掌控当地古柯节非法交易量到3成，这个帮有4000多人。伊被指控每年出口要到200吨的古柯节，主要市场是美国，并且涉嫌杀害警察、招募未成年人，抑个性侵囡仔。自2009年开始，和美国曼哈顿等联邦法院起诉，2个国家拢做正关的赏金要抓伊。不过奥托尼尔真干巧，秘伫咧丛林内面，拢无用电话，逐个拢换所在大，捌伫咧落雨时阵困伫咧野花，不过尾也是互警方抓到。各国的民众对奥托尼尔被抓看法真侪种。No, yo creo que eso nunca va a cambiar. ¿Por qué crees que? Porque cuando el gobierno hace un objetivo de eso, ahí mismo aparece otro. El problema viene de pronto por la falta económica, el desempleo, muchas cositas. 哥伦比亚政府讲，奥托尼尔被抓是这几年上重要的一波行动，对国家扫毒有指标性意义。因伫当地时间2号就会向最高法院提交申请，引渡程序应该4礼拜就会完成。公司新闻齐冠玲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中国疫情又搁牙悬，北京甲内蒙古升级防疫措施哦。北京嘛已经严格来控制民众进出北京。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明仔载会出席美国甲东协的视讯会议，这嘛是美国4党来头一届总统亲身来参加东协会议。
再来看日本的真主公主今仔要登记结婚，结婚以后就会失去皇家的身份，伊要去美国生活，今仔下晡会伫东京来开记者会说明。咱再来看立委陈碧惠洪罢免通过，目前罢免的制度嘛引起真侪讨论哦。也毋过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是讲，就算是用旧的罢免制度，但碧惠嘛同款会当罢免成功。罢免通过了后，3个月内底就爱补选哦。补选赶来到12月18的公投做伙来举行，爱个等中选会公告。伫立法院头前发动2020年秋投，民间团体呼吁民众12月18日起出来投下公投票。我们希望用公投的方式，能够来让民进党收回进口莱猪以及要破坏藻礁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不过，公投是毋是北补选中选会28审查陈碧惠罢免案投票结果，到时阵补选日是毋是结合12月18公投，也真受到注意。另外，陈碧惠被罢免了后，民进党内掀起罢免的标准是毋是修法的讨论，和国民党口说真侪是随时检讨式的标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就算是过去旧的双利益罢免制度，陈碧惠罢免案投票意外通过，民进党敢若选择对家己有利的方向。只要他们认为是对的就对。昨天嫌罢免门槛过高，今天又嫌罢免门槛过低。那只要罢免对象是国民党的，他们就觉得门槛越低越好；如果是罢免的对象是绿营的，他们就门槛越高越好。我想，主责机关是内政部，内政部可以多听各方的意见，多多整理这种事情，要把它整个完整才好。学者分析，罢免的概念是当初投票后当选人的民众后悔啊，所以讲罢免票也应该爱比当选的票数较多才算合理。不过，这款的方式伤过严格。学者提醒，罢免投票是政治靠职加政治稳定两种价值的冲突，条约应该爱冷静来思考这两者的平衡点。像这次7万多票，可能上次根本就没有投给陈柏惟嘛，那等于是他又要再选一次的概念，就是当时很多的这个修法都是政治考量，而并不是真的有了共识之后而产生的修法。学者也讲到，即阵选区多席次甲单一席次的罢免规定拢是同款，并无合理，可能发生议员遭到其他议员支持者简单就联手罢免的状况，而这也是未来若是要修法应检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个本土病例是新增加2例，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已经有14589例。那么来看各县市目前未着病的人数，咱目前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有新北市6930例，台北市有4869例，超过200例有桃园的798例。苗栗的549例哦，基隆有318例，彰化274例，台中是207例。目前全台湾本土病例，佮加上境外病例，计共是有16376例。本土病例数的部分哦，是14589例，这是疾管署上新的统计。咱再来看第12轮公费疫苗昨开始做，高雄是增加一个新的注射站哦，是一间专门咧办桌的饭店。因为即届提供3种的疫苗，注射的人数是真侪，所以市政府才安排讲交通较利便的饭店来做注射站。3楼。伫大厅有人接应上3楼，唔知的人叫是遮尔侪人要来饭店用餐，其实民众是来加注预防针。家属在右边等哦。3楼的宴会厅全部拍通，成做大型的注射站。伫装潢豪华的高级饭店内底，民众分区等待注射甲休困，有人讲安尼心情较轻松。有点像进来吃饭，排在这边好像气氛比较缓和一些，不会那么紧张，很舒服，然后大家都很专业，我觉得非常好。第12轮公费疫苗拢总有3种，这个新的注射站逐工注无同的疫苗，目前一工预约3000多人，按算3工会当提供1万人服务。来自预防针的民众有专门的通道，绝对袂人客人。施打的民众跟用餐的民众是
有做分流的一个处理，而且施打站是在我们3楼的整个楼层，跟其他楼层用餐的民众是完全做区隔的，而且每天施打完毕之后，整个场域都会做所谓的大清消。卫生局表示，这摆12轮第一阶段注射的人数有35万6千人，人数真多，才会伫北高雄捷运站边仔增加注射站，拢总规划1600外的场所，希望提高高雄的注射率。记者邓嘉文、罗维做高雄报道。五八港10月份开始使用台北市卫生局列的4间医美诊所伫网络社群平台宣传五八港的优惠哦，也毋过医疗因素规定是袂当使用五八港，所以这医疗医美的诊所上侪是会当罚款25万。医疗院所透过社群软体以进行5倍券促销，不过根据医疗法的规定，医疗院所袂当以优惠拍折送疗亭这个商业广告来促销，违反规定的会罚5万至25万。有4间医美业者踏着红线，去台北市卫生局处罚。110年到目前为止，就是有关这个利用5倍券来做相关的宣传医疗院所的违规广告裁处的案件，目前是有4件。那总计是21万元。除了通讯软体、社交网站，也甲电视购物管道促销医美疗亭，甚至是电视购物台刊布医疗贩售票券，协助医疗机构招生理，这拢违反着医疗法。广告当中含有头一个唯一甲首创这个广告词，也是违法。另外，25台北府新增加一个本土确诊个案，是44岁的男性，陪伊的太太生产，23 PCR 阳性确诊 ，CT 值是37，研判是旧案。囡仔读幼稚园，市政府鼓励师生100多人采检。另外，研究所的同学甲老师拢总2个爱居家隔离。因为它并不是疑似 Delta， 所以我们不会做停课的要求。太太的 PCR 是阴性，同住家人目前有5个人，然后已经做完的 PCR 全部都是阴性。新北市25也新增一个本土个案，已经做过2剂 AZ 疫苗，24岁的阿嬷去家人病院看病，因为陪病需要采检阳性确诊 ，CT 值是33，推测是旧案，无传染力。CT 值很高，没有传播到给他的同住者。那目前感染源还在厘清当中。第12轮疫苗准备开始做，第一阶段出现大量无毒医药的情形。市政府认为是中央第一阶段需求量是41万人，加第2阶段18万人差伤济，分配无平均，致使着医疗量能不足。郭文哲呼吁中央改善效率，充分利用已经有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片头渔港昨出现一只海霸，烦恼讲这只海霸安全，动保处昨是出动真侪人哦，想要甲伊掠去较适合伊的环境来野放，也毋过行动失败咯。唱水警员慢慢挖进小海霸，希望掠去适当的环境安置。毋过小海霸好亲像是行一条，真紧到伫现场。新北市的片头渔港24罕见出现一只小海霸。民众发现了后，赶紧报警处理。动保处到现场了解了后，决定25透早围捕安置。大概是亚成体的海豹。那至于品种的话，目前也没办法确认。海豹在小跟长大，它的颜色整个体积都会变。身体状况来看的话，它目前应该是还尚可，因为它对人的警觉性也很高。这海霸出现，马上在网络引起讨论，各怀疑是不是甲自时的强烈地动有关系。动保处表示，海霸生活伫个真悬海域，这只海霸为现行判断，好亲像游玩的食冷，怀疑甲妈妈失散了后，对海流误入渔港。不过专家认为可能性无悬，可能是走私或者是互专业机构放杀。饲养机关的话，可能这些动物生病，可能也不好照顾。也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容易照顾的，那这些饲养单位可能不想花那么多钱，那恐怕台湾附近也没这个兽医。答案就是很明显啦。专家建议政府应该对有饲海霸等海洋生物的专业机构，强制要求部长做册，采集 DNA 列出族谱，才能管制可能的放杀情形。海霸出现原因要去调查，不过海霸出现的消息，煞留予大家满满的惊奇。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狗仔过门哦，无想到讲伫婚姻西里有民众厝里饲只鹅，只嘛会帮因过门，只要有身份人想要入去处理，伊就会甲人掠、甲人毒，
也毋过哦，伊嘛甲厝边熟悉囡仔佚佗，是真古锥哦，咱做回来看卖。侪人家拢会饲狗仔过门，毋过你敢有看过饲鹅仔咧过厝的？这是婚林西的公行里，门口有一只真有责任感的过门鹅，号做阿肥。只要有千份人行入厝内，就会开始甲人约，用喙解毒，听到主人咧叫，就会应声。饲3个外尾啊，甲打讲伊会顾厝的，伊若入来厝内底就会甲人约啊。哎呀，就没有杀伤力啦，是会甲你捅者安尼。算若千份的入来吼，伊就拢会像狗安尼，我要甲你去借一只。主人讲，原底是想讲饲大只了后，就要甲放倒去公园的自然环境。毋过，佮烦恼伊会去互歹人掠去，规气都饲伫咧门口埕。即阵阿肥嘛已经成做社区的大明星，真侪囡仔拢会走来甲伊耍。小朋友甲过日课吼，我都爱甲伊去上甲伊耍安尼。艺人讲，若有小朋友来咧看，我就甲当做活教材哦，互迄小朋友知影讲，市场在吃的鹅就是长这样啊。因为奇妙缘分促成这款奇景，主人嘛认为讲，都甲阿肥当做厝内人，毋来当到过厝，嘛是囡仔生物教学上好的教材。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嘉东的六间村哦，因正拍拼推杀在地员工哦，因佮甲社区打造成做一个户外博物馆，嘛培养真侪销界的人才，佮伫街仔路景点来设真侪路票甲说明，让游客来到遮会当进一步来了解嘉东的客庄文化。沿路行入社区内，伫每一个景点边仔拢会当看到路牌。对指示行，就会当找到下来嘉东这4个字的装置艺术。这是屏东嘉东六军村推动的在地品牌，希望带动地方观光。做得很漂亮啊，很开心啊，来参观啊。下来嘉东是客家话外音，学来嘉东，就是欢迎人客来嘉东佚佗意思。除了这座装置艺术，社区佮采14块路牌指引甲导览地图，互民众入来社区行一轮，就亲像行入一间博物馆，会当了解在地人文历史甲特色。小朋友都会来看啊，而且这些标识都标示很清楚啊，而且还有地图，所以大家来参观的时候就说，还蛮不错的。嘉东越来越发达了呢。我们设置了14个路标的指引，你就可以用非常轻松、用走读、细读、慢读的方式来品味客家、品味嘉东。除了装置艺术甲导览路牌，社区也正拍拼培训导览员，希望配合行程的规划，甲嘉东的客家文化小介好，佮较侪人知影。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压价出价哦，政府推出真侪防止炒房的政策，也毋过嘛因为厝主的成本变悬，即嘛厝税嘛愈起愈悬哦。租价总处的资料就显示讲，咱国内租金的指数已经连续2个月拢创历史新高咯。甲拄啊洗好的白色贵宾狗仔毛，热后开吹碰碰，再搁换全新的药珠啊了后，美容大概上完成。这是原本伫台北金湖路美国在地协会附近宠物美容店，无想到拄着起厝税，无法度负担，只好搬厝。房东就是觉得 AIT 盖好，然后那边就是美国区，所以那一排整排的店面租金都平均都涨大概要5000到1万，1楼的平均租金大概都要到10万。那觉得有一点无法负担，所以就往高楼层移动。根据主计总处统计，国内税金为2021年3月了后，就一直起，一直到今年5月，因为疫情的关系，租金指数才头一遍落落来。不过8月到9月又搁开始回升，而且连续2个月创下历史新高。若做以实际租金来看，国内7大都会区今年10月税金比去年比起来起差不多1成以上，国家上愈来愈多台北市税厝的人刷出去，也造成新北市10月每一平的平均租金是1125块，比5年前2017年836块差不多起34%。桃园最近5年的税金嘛起32%。而中南部最近是因为新推出的建案真侪，连带租金也是同步起价。最近5年也拢有差不多起2成至3成。目前台北一坪租金大概1700多的开价，
那你租个10坪套房，可能就占了社会新鲜人可能超过他薪水的1半以上。所以政府除了加紧社会主体兴建以外，嘛都爱提供更加侪补助甲协助，无只买袂起嘛睡袂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一栋大楼，因为有民众的徛街哦，甲厝边的露台是真近，厝边拢伫露台食薰哦，佮讲袂听，所以民众就起价提出告诉，法官嘛判这厝边爱赔5万块，嘛袂当佮伫露台也是厝内食薰咯。台南市北区这栋大楼电梯内底这张广告特别明显，是将合租户各厝边申诉，和对方原个伫厝内底食薰。其实烟害的问题在公寓大厦来讲算是很严重的问题。那这案例啊，是我们住户在长期搜证下取得的一个胜诉，算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提过的住户甲厝边2间阳台只隔36公分，厝边食薰导致手薰传入去，真侪摆劝阻拢无改善，互住户决定提告，请求禁止对方伫厝内底食薰，也要赔偿5万块精神抚慰金甲18万医药费。瓦斯、蒸汽、臭气、烟气等气体这些类似的情形，有侵入邻居的这个土地或建筑物，是可以禁止，也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法官根据住户收证资料甲管委会罚款的事实，认定厝边确实登记户籍手薰，窜入住户厝内违反民法793条气象侵入禁止的规范，判厝边败诉，要赔偿住户5万块的精神抚慰金。不过，另外请求医药费无法度确认家己手薰有因果关系，驳回专案应上诉。大楼大个人济，有时阵常常因为声音气味互相影响，即摆胜诉也互管委会审定落来，打广告互相提醒。若真是要食薰，还是去专属的食薰区，才袂造成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台看公司台语台新推出的电视电影《故事捡盒仔》，电影是改编婚姻在地故事哦，结合保育类的动物捡盒仔，也是白石鸟的议题。昨日台北办首映会哦，咱嘛带大家做伙来看精彩的内容。保育鸟类捡盒，大部分拢栖息伫咧婚姻馆翠顶村。今仔国际野鸟协会啊，毛甲联动呢，等返片也通过，咱这个所在就真有机会变作生态保育地啊。公司台记台台记有影，佮新出第3部电视电影《故事捡盒》，甲关注婚姻在地故事，结合保育类动物捡盒，也就是巴色鸟，甲守护乡土等等议题，用电影的手法来呈现。这个捡盒就是巴色鸟的意思。逐摆伊若是拄着这个敌人的时候，伊拢为伊的收的反方向去飞，是安怎？伊要顾伊的收，要顾伊的领地，吼，这都是符合这出电影伊的精神。这是一个很符合台湾在地文化，不管是它在地的风景也好，因为他们家是做茶的，哈，就是结合在地的景观，还有政治的抗争跟人文。为着钱出袂家己各种种代志，我做袂到。啊，你叫是捡盒，会当叫全村的人。安尼地是阿爸留落来呢。阿爸，伊唔是恁阿爸啦。我这是后生诶！这出用电影规格翕出来本土戏剧，剧情对百年地厂的故事讲起，描绘村人面对开发甲环境保护，要安怎来做选择。规出戏90分钟，演员黄定辉、郭武伦等等，拢用全台语来演出。10月30暗时9点，伫公司台语台来放送。记者陈亚文张随台北报道。再来看台北礼拜纪念馆哦，当个举办马生孙兰的画展哦，画家是用画甲装置艺术来呈现出礼拜事件的悲伤甲遗憾。下跪的人无助的模样，边仔有花刺飞过，另一边的画作人都咧涂骹，目睭刻刻。这作品展现出28事件当中受难者的无奈。内容是接近象征主义的、暗示性的，有一些青年他大概就是被屠杀之后漂流到海岸边，那我把那样的一个具象把它留下来，然后表现当时的那个无奈、悲哀。远方有
月亮的一点点，剩下一点点的希望。也有这个画地拖内底装置艺术，江义兴讲，这个作品是为家属整理受难者的房间，发现遗书的故事去发想的。大概是从1985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大概是台湾的那个社会运动刚开始，民主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哦，我们台湾有很多的青年，国民党迁台，那他在那个历史的环境里面，他对台湾人的不了解，然后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差距的屠杀的这个行为。展览为10月22日开始到12月12日，34件画作、2件装置艺术，伫台北28纪念馆展出。江义兴讲，希望来看展览的民众会使为作品内底得到救赎，嘛会将历史记录条。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法国巴黎官方最近打算要设一间食岛的注射馆哦，让有毒瘾的病人会当伫安全有管理的空间哦来使用非法的药物。也毋过，这项政策是互附近的民众真不满哦，烦恼讲会对社区造成危害。包内面有放注射糖、汤匙、各种消毒过用品，每一位拢有采喷锁桶。这是法国巴黎一个慈善团体所设立的修复空间，主要是要互食毒的人有一个安全的所在使用非法的药物。Ça sort les personnes de la rue. C'est plus intéressant quand même que les personnes consomment dans un espace sécurisé. Tous ici témoignent quand ils commencent à venir.qu'ils consomment moins parce qu'ils sont plus apaisés. 目前伫巴黎有13000人伫咧食有可见。慈善团体认为，若互食毒的人理解用毒品，那你不如互因公开使用。因抑阁伫咧修复空间设立医疗人员，监看食毒者的健康。Moins de risques et si tu fais noter, ils sont là. C'est toujours utile. Même quand ça fait des années qu'on consomme, on fait quand même des erreurs. 自去年开始，修复空间逐工使用的人数，自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已经超过负担。巴黎议员甲市府伫考察了林动管控的理念，9月中宣布要设立4间注射馆，来解决巴黎几60年来食毒者的问题。其中2个所在一公布，民众就反对。Et puis même, à un moment donné, mon petit bébé, quand il marchera au parc, c'est pour qu'il soit au parc au milieu des drogués, c'est pas quelque chose d'envisageable. On est là pour dire, on n'est pas un laboratoire d'expérimentation. C'est bon. Et si effectivement la salle de shoot permet, comme j'ai entendu sur les plateaux télé, une intelligence collective, une solidarité, que ces gens-là, qui connaissent le bien pour les autres, se l'appliquent à eux-mêmes. Qu'ils installent les salles de shoot chez eux, qu'elle installe la salle de shoot à l'hôtel de ville. 即马已经有一间注射馆，因为抗击促销设馆。虽然巴黎警方强调，照经验显示，设立注射馆会当有效降低社区的犯罪问题，不过居民无认同，相关的争论也会继续。公司新闻市关林编辑。土耳其顶礼拜日举办国际飞行运动节哦，也毋过有2个运动员因的飞行线拢做伙，现场的观众是拢惊一条哦。也毋过加这2个运动员送病院治疗了后，并无啥物大问题。有几落的滑翔伞伫咧天顶飞，而且数量愈来愈多。对画面看到有一个拄则降落线入天开时阵，就发生意外。因为正边这个熊熊出现，倒边这个运动员闪袂去，2个人撞到，下下观众看到这种情形也大声喊。尾啊2个线是电做伙，伫咧空中一直碰，尾啊摔个海。这项意外发生伫咧土耳其南部度假的所在欧鲁丹尼斯。这礼拜办国际飞行运动节，有真侪运动员来参加。无想到讲发生烧弄的意外，有3位运动员受伤。意外毋但一件，迄天也有另外一个乌克兰运动员操作的线失去控制，摔下海。运动员伫咧水面浮浮沉沉，海华警卫队赶紧去救人。好佳在这2件意外，受伤的运动员送病了，拢无大碍。欧鲁丹尼斯国际飞行运动节已经办几多年啊？今年是第21届，有来自60个国家，差不多2000位运动员参加。公司新闻市关林编辑。非洲肯亚一个国家保护区哦，每当的7月份到10月份，乌尾巨灵大青伞，被认为是动物界上壮观的风景哦。也毋过因为气候变迁、欠水，佮找无物件通食哦，乌尾巨灵即马拢留伫坦萨尼亚，已经无搁咧青伞咯。
位伫昆雅南部地区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每年拢会出现几10万只的乌尾牛羚。对坦桑尼亚的盖伦盖提国家公园跨越边境，进入到一片总面积1510平方公里宽的大草原来饲食。乌乌一大片，遮尔侪只的牛羚，壮观的景象，互看过人是一世人拢会记的。 It's usually an endless mass of black, but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t has been very regular.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讲，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落雨是大大减少，大草原遮草拢打起，这食物的无确定性，互大批乌尾牛羚留伫坦桑尼亚。往年几10万只动物迁徙的情形也拢无快啊。另外，这个现象所产生的效应，恐惊互整个食物链拢遭受到冲击。河川的水量不足，保护区市区村民感受是特别深。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So we are just praying so hard for the rain to come. 大草原的食物欠缺，食物链无稳定，动物会更加接来跨越出因定的活动的所在，人甲动物的交集会变甲更加多，冲突恐惊会随之增加。公视新闻王慧本编译。今仔受到东北风影响这方面的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会落东北雨，西半部是侪云好天的天气，也毋过爱特别注意早暗的温度会差真济哦。做回来关心今仔各地天气的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 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记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